港人珠海置業必睇，盤點珠海各區買得最火嘅6個小區，總價由100萬至300萬都有。如果想喺珠海買樓嘅香港朋友，一定要睇晒佢。好，由市區開始講起。第一個新香洲香山湖1號，位置喺梅溪水庫旁邊，係市區第一個交叉陽台嘅第4代住宅，均價大約28,000到35,000蚊人民幣，單位由120平嘅4房到250平嘅5房都有。開盤第一日就賣咗122套，差唔多6億人民幣。第二個就係漁洲香山首府，位置都唔錯，喺新香洲旺角百貨隔離，均價大約係3萬蚊左右，有80至到128平方嘅3、4房，賣得咁好，除咗位置靚，仲因為係現樓同埋係9中學區房喎，呢個都係好多人揀佢嘅原因。第三個南屏正方南灣首府，位於南屏水庫旁邊，呢個盤因為實用率極高，加埋中式園林嘅風格，均價大約25000、6蚊左右，所以無論係本地客定係港澳客嘅買家都好中意，銷量一直都好穩定。第四個金灣區華發金灣府，可以話係目前成個金灣最熱門嘅樓盤，均價大約17,000蚊左右，實用率超過100%，仲自帶會所喎。88平方做到3房，116平方做到4房3廁，同樣嘅面積真係秒殺周邊所有嘅單位啊！新樓同二手價格都差唔多，所以一直都賣得唔錯。第五個斗門湖心路嘅五洲家園，基本上喺西區樓盤呢個盤都好難避免，交樓標準高，均價16,000蚊左右，50平方做2房，89平方做4房，實用率極高啊！可以話係成個斗門區改善型樓盤嘅天花板。第六個高新區嘅格力海岸，以前真係賣得幾貴㗎，3萬幾蚊海景房啊嘛，依家價錢回落咗2萬蚊左右有交易啦，已經可以揀到唔錯嘅海景單位，小區配套又好，樓下自帶海岸小鎮，隔離即將開幕一個新商場，聽聞好大機會會係華發商都店，出門就係沙灘，57平方1房到130平方4房都有，真係好吸引。總括嚟講，珠海樓市依家真係好抵買，尤其是係呢幾個盤，無論投資自住都有得諗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啲中山珠海樓市嘅最新消息，記得關注我。